咁第一個講嘅元素咧就係土啦，即係 Earth 啦。咁咧而土嘅星座係有邊幾個咧？咁就係金牛座啦、處女座啦同埋山羊座嘅。咁佢哋比較都係一啲好重視一啲嘢啊，有少我哋會話啊，樣嘢都好似放到好緊要啊，好緊張一啲嘢嘅變化，佢唔好中意啲嘢變動啦。咁同埋咧，佢哋處理一啲事情嘅時候咧，佢哋會諗完又再諗啦，比較慢去做決定。甚至乎我哋會話佢有啲嘢實實在在啲，唔實在嘅嘢佢哋唔中意做，有啲接地氣嘅。咁而土象星座喺2026年裏邊，佢哋嘅事業、愛情同埋財運係點嘅咧？咁我哋咧就抽咗3隻卡。第一隻牌就係 Child 兒童啦，第二隻牌咧關於愛情嘅咧就係 House。至於財運嘅咧就係 Mountain 山。喺雷諾曼牌裏邊咧，Child 呢隻牌係代表咗遊戲啊，輕輕鬆鬆啊，唔需要好緊張啊咁。所以咧喺2026年裏邊嘅土象星座，嗰3個元素，嗰3個星座裏邊咧，佢哋嘅土元素嘅星座裏邊咧，我哋都會贊成佢哋放輕鬆啲，唔好咁緊張工作嘅得失成敗。雖然玩遊戲，你見到呢個小朋友喺度玩緊彈珠，佢哋都有一啲規矩嘅，要跟從嘅。咁不過跟就跟啦，咁但係成敗得失就唔使睇得咁重啦。咁因為始終今年對於你哋嚟講咧，好多嘢都比較有啲叫做要變化，要去修復，然後變得更加穩定、更加好嘅。咁所以咧，今年對於你哋嚟講，工作上面就唔好咁執着啦。咁輕輕鬆鬆咁樣去做啦。咁至於愛情啦，就係 House 喎。咁 House 咧其實代表咗大家庭，代表咗好多事情、好多事物都會有一啲共同一班人去做嘅。咁所以咧喺愛情運裏邊咧，如果你已經係有一個伴侶啊，有一個固定嘅伴侶咧，或者係已經成家立室嘅話，我會恭喜你嘅，因為今年咧係幾穩定啦，同埋喺家庭裏邊可能會增加家庭嘅成員啦。咁至於嗰啲可能我有一個心儀對象，不過好似又未係喎，咁我就會話大家相處下先啦，開心咯。睇下大家之間嗰個生活上邊或者喺人生理念上邊係咪近似啦，係咪相同啦？如果係嘅話，就不妨可以plan 長久少少咁嘅去發展咯。咁如果單身未有穩定嘅關係嘅話咧，咁我話今年咧應該就係一個咧皆大歡喜，好多聚會，好多溫馨嘅日子嚟嘅。咁喺裏邊，如果遇到啱嘅人，就相處下啦，睇下大家夾唔夾啦，睇下大家嘅個思維啊，或者生活嘅要求啊，有冇近似？如果近似嘅話，就不妨可以從朋友模式咁樣去開展呢段關係。咁但係你話係咪會落實有一個穩定嘅咧？咁我就覺得未必啦，因為咧始終 House 呢隻牌咧都會有少少感覺係，如果你係單身嘅，就享受一大班人去玩，一齊去做活動，一齊去食飯，一齊去娛樂咁樣。但係呢啲裏邊咧都好似乎係一啲友情比較多嘅。反而愛情就唔係太多嘅一個周期位啦。咁至於財運啦，就係 Mountain 呢隻牌咧，其實你可以話穩定咯，冇乜大幅度嘅變化，冇乜橫財咯。你揾正財就係正財咯。咁至於你話有會唔好嘅咧，Mountain 因為喺Lenormand 裏邊，雷諾曼牌裏邊咧，佢係代表阻礙，代表阻隔，所以咧好多時候可能咧有啲投資機會都好啦，都會有好棘嘅，都會好有障礙嘅。咁如果係真係
有障礙嘅話咧，就其實都係俾咗一個機會你去慢慢諗一諗，諗清楚你係咪要咁做，你係咪要做呢一個投資？咁如果你覺得係真係有嘅，就以一個長線模式啲至少都要擺半年一年嘅咁樣去做，咁會好啲。如果你話短線嘅一炒一賣嘅嗰啲，我就唔係太贊成啦，因為佢一定係會有好多阻礙。譬如你買咗一隻股票，你想賣翻出去，可能嗰下就好棘住你啦，咁就會好多障礙咯。咁我就會話唔係咁贊成做一啲高風險啲嘅短線投資咯。